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咱会当早起来到圣殿，咱来敬拜咱的上帝。咱昨昏昨暗有拄到地震吼，感谢上帝保守咱台湾，虽然有大的地震，总是互咱无介济的损失，有一寡厝体，有小可摇动的角度。结果地震开始摇动吼，我想到讲，咱地上的角度是会摇动的。总是上帝国度永远都是袂震动、袂摇动。咱今日咱听圣乐伫唱这诗歌吼。伫咱后壁开始，咱早起的敬拜进前，咱献上感谢，献上俄乐，因为主是含着咱俄乐的主，伊是咱的盾牌，是咱通倚靠、担当咱的主。虽然咱拄着一个危险、危机，总是上帝保守咱，互咱早起会当到这圣殿来敬拜咱的上帝。所以咱开声，咱来学咱上帝。学到伊的信息，学到伊的公义，学到伊的恩典，咱开声来学咱上帝。主啊，我感谢你，学到你的性命。主啊，是看伫阮学到的主，万到你的面前，万单单来学到你来敬拜你。主啊，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你伫阮的生命中间，你将做阮的快乐，将做阮的盾牌，将做阮通倚靠的主。主啊，要大声来学到你。阮早起要伫圣殿内底用时光来学到你，用阮的心灵来敬拜你。感谢着你掌管我每一个兄弟姊妹心思意念。阮在座兄弟姊妹住伫这个所在，咱要来追求你的面，感谢着你将你恩典，将你的恩膏，将你的灵运行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互阮放下阮一切的挂虑，放下阮一切的牵绊，单单来到上帝你面前，来朝见你的面。主啊，感谢你，献上感谢，献上一切恶乐伫你的面前。咱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免。咱唱这诗歌，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一切。主啊，我来求问你，爱得到伊的福气。主啊，我来求问你，我爱你的福气，一万福气，一无敌，相信我，你所听的听你。我一切，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我要永远跟你
煞者为着咱家己，甲上帝关系献上祈祷，特别咱常常互罪来捆绑，所以为着咱家己的罪来认罪来祈祷，恳上帝会当撤销咱身躯一切污秽甲遮的罪，互咱用圣洁的心来到上帝，圣洁的灵来到上帝来甲上帝相见面。咱为着咱所徛起的这个台湾这个土地所犯的侪侪的罪来祈祷，咱有拜偶像的罪，咱有贪婪的罪，咱有欺骗的罪，啊，伫这个土地，所以咱为着这个土地来献上祈祷，为着咱家己的生命所犯的罪，咱知影毋知影的罪，咱献上恳求祈祷，恳上帝用这宝血来洗清来医治，咱开声来祈祷。改变阮，主啊，阮来承认阮家己的罪。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你要赦免阮一切罪，洗净阮一切不义。主啊，阮伫你的面前开了阮一切的污秽，开了阮一切的罪恶。恳上帝你，照你的听，照你的恩典，来洗清阮的罪，赦免阮一切的罪。互阮有一粒清气的心，来到圣殿来朝见你的面。主啊，阮特别为着台湾这个土地献上祈祷，恳上帝你赐落你的医治这个所在，赐落你的听伫这个所在。我一个怨恨，我一个嫉妒，我一个贪婪伫这个土地，我拜偶像的灵伫这个土地，恳上帝你照你的心意来撤销遮阮一切的罪，互阮这个土地成做一个圣的所在，成做主你欢喜徛起的所在。主啊，你唤起我这基督徒愿意为着这个土地来献上祈祷，为着这个土地所面对的一困难献上祈祷。恳上帝你这个时阵用这宝血来医治、来洗清。主啊，阮伫你的面前所摆在遮的恳求祈祷。主啊，我要用来到上帝你面前，甲上帝你见面，我要献上感谢，献上祷告，安尼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那个用这时光，主啊，我来求问你。主啊，我来求问你，我以爱你的好奇，尽管好奇。主啊，你就是我无价，你来临有平安，尽管平安是世间人，你是可他上大的福，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我们永远甲你相见。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你的高引我无改变。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我们永远甲你相见。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你的高引我无改变，你的高引我无改变。所在为着咱的国家，为着咱的社会，为着世界目前的局势，咱献上祈祷。这特别有上帝的面伫这所在，上帝恩膏伫这所在。咱特别为着台湾建教会来献上祈祷，求上帝咱福建台湾的建教会，会当互每一间教会咱成做一个宣扬平安福音、救赎恩典的教会。特别这个黑暗的世代，互每一间教会拢成做光的灯塔，互含伫黑暗中的这百姓会当找到一个愿望。所以咱开声为着咱台湾咱的国家、咱的社会，为着世界局势祈祷，特别为着台湾的建教会献上祈祷。兴起所有的教会，成做上帝福音的出口，再开声来祈祷。主啊，阮伫你面前献上祈祷，特别为着阮所面对这个世代所面对一个困难甲挑战，这个国家社会国家甲国家中间的一个纷争的这款的问题献上祈祷。恳上帝你掌管，恳上帝煞遮一切的混乱，特别疫情的攻击的时阵，恳上帝你特别保守，愿每一个人谦卑
到上帝面前，找求上帝你的心意，就是伫遐伫行遐中间，活伫行遐中间，活伫迄个困难中间，活伫迄个压力中间。主啊，看上帝你赐落你的灵敏智慧，互一见者互因知影要安怎来治理遮济混乱的代志。主啊，你互阮的百姓有平安的心。主啊，求你特别兴起寡济的教会，寡济的信徒，愿意为着所面对的遮款的困难、即款的挑战来献上祈祷。互每一间教会拢愿意诚做十架的灯塔，诚做福音的出口，互遮的百姓徛起遮的百姓因为有教会设立，因就得到平安，得到福气。求你翻转遮所面对这个世代所面对的遮的困难。主啊，只有你是阮世界的主。只有你是阮台湾的主，只有你是阮每一个人生命的主。感谢上帝，你掌管你的疼赐落你的疼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伫阮所有徛起即个所在的地面上的所有的百姓顶面。主啊，感谢你，感恩天地，担当阮，哈利路亚！安尼祈祷，靠主要这个性命来求，阿门。第二，咱为着咱家己来祈祷，为着咱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保守咱的心，无受到攻击，互咱心中有平安、有喜乐、有信心，甲有盼望。第二，为着咱甲咱厝内人的关系来献上祈祷，特别为咱厝内人的心灵献上祈祷，特别为着咱所面对的工课，这场学校尤其最近开始开学，疫情最近也有升温的现象。所以有侪的挑战伫咱的工课顶面，伫咱即场伫学校顶面，特别互咱甲咱的同事同学有好的人际关系，咱献上祈祷。煞接为着咱的经济稳定，咱有财务的困难，求上帝掌管，求上帝医治。第三，为着咱个人的身心的健康，为着咱的疾病，是咱厝内人有疾病，咱为着因来献上祈祷。咱今早起咱嘛要举行医治祈祷的时间。恳上帝帮助咱，透过早起的医治祈祷，当互咱的心灵拢得到完全的医治、完全的透放。所以开声为着咱家己，甲为着教会兄弟姊妹，咱献上祈祷，献上恳求。主啊，恳求你帮助阮，互阮面对这困难挑战时阵，这边我告上帝，因为主只有你是阮的帮助，是阮的我靠。主啊，叫你的心意来帮助阮，互阮知影要怎行主你合你心意的道路。主啊，互阮心中有盼望，互阮心中无惊吓，互阮心中赐落迄个平安，赐落迄个信心。特别互阮伫阮的工课顶面，甲咱厝内人的关系顶面，甲同事关系顶面，感谢上帝诚做阮的中保，诚做阮中迄个好好的迄个关键。互阮知影要怎用上帝你的听来听阮的厝边，听阮的同事，听阮厝内人。做阮厝内人，侪人还未信主的，感谢上帝你会透过你会听，当福音也由阮来入法音。主啊，互阮生命得到改变，得到反转，因为安尼，阮就会当行出上帝你的芳味，伫阮的心中，会当福音会当担着，上帝你的听，透过阮的见证，透过生命的改变，来影响伊。主啊，感谢你帮助阮，特别阮早起阮有医治的祈祷的时间，感谢你透过这款的时间，互阮兄弟姊妹来到上帝你的面前，你就照你会听。照你大的权能来医治阮，互阮的心灵得到完全的自由甲透放。还要感谢你，献上祈祷，献上恶乐，安尼祈祷拢是靠照你叫做生命来求。第三，咱为着咱教会，这的事工来祈祷，就为咱教会同工来祈祷。恳上帝会当互咱牧者团队、中职同工、各种的服侍团队、甲团契首长，拢有属灵的智慧甲温数。伫服侍顶面充满了快乐甲能力，会当帮助咱，搁较知影要安怎甲上帝搁好，敢要怎领受上帝的心意，伫咱每一人心中。所以为着这团队的这同工、牧者的同工、董事同工来献上祈祷。第二，咱为着教会属灵气氛来祈祷。有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进入这个圣殿时，咱会当较无信心的同在，咱会当透过祈祷得到大快乐，咱喜爱上帝的话语，咱来热情敬拜。第三，咱为着咱即马开始即进行的健康小组来献上祈祷，感谢你透过这健康小组的组织、健康小组的运行，
会当互一个无道友会当进入教会内底，因的生命得到翻转，得到改变。所以咱为着这个事工来献上祈祷，咱开声来祈祷。哦，请主我奉上帝来，我们教会这是荣耀的教会，我们教会咱一个人进入这个教会内底，得到生命得到翻转，疾病得到医治，心灵困难得到解决，生命得到改变，互现情充满。哦，的教会，主啊，奉上帝你咱兴起我这兄弟姊妹愿意斗阵一个福音的事工。主啊，我为着我的牧者团队，为着我的中职同工，为着我的小组长，因为部长也是团契首长献上祈祷。奉上帝你，互因有上帝的恩赐，知影要安怎将上帝你的使命、你的心意，会当来落实伫因所负责的事工顶面，互这有所负责的拢有带有气力，带有力量，还要满心感谢你。主啊，奉上帝感恩你哋，哈利路亚。主啊，我为着所有兄弟姊妹献上祈祷，献上恳求。主啊，奉上帝你帮助阮所有兄弟姊妹，因的心常常互上帝你来激励。常常互上帝圣神来充满，反兄弟姊妹生命得到更新，成做一个当为主见证的人。因为安尼，互阮的教会成做一个愿意传福音的教会，愿意常常来敬拜、来学好、来祈祷的教会。阮的教会成做一个合主心意的教会，阮的教会成做一个主愿意徛起的所在的教会。阮要献上感谢，献上学好。我们将我所有兄弟姊妹各一边恭敬拜主的圣手，奉上帝教阮伫地，赐福阮，照顾阮。带领阮，安尼祈祷，靠这都个圣名来求，阿门。你是我一切，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我要永远甲你相结连。你是我的上帝，我一切，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你到永远，将它起立。主，你是我的上帝，我的一切。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我要永远甲你相结连。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你要到永远无。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我要永远甲你相结连。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你到永远无改变，到永远无改变，你到永远无改变。你到永远无改变。现在为着早起敬拜来，迄就祈祷，各上帝你的灵运行在咱中间，希望咱每一个人的心，互咱有较无上帝的灵在咱的心中。咱为着早起敬拜，咱献上俄乐，献上恳求，互逐样服侍甲敬拜，拢会当归荣耀上帝。咱为着今日要讲到哈无书，咱献上来祈祷，各上帝透过哈无书的嘴，讲出上帝真理在咱的生命中间。咱开声为着早起敬拜，咱献上祈祷。还有阮伫你面前献上一切恳求甲祈祷，奉上帝感恩伫地帮助阮所有兄弟姊妹，透过早起敬拜，会当领受上帝你的心意，领受上帝你的恩典伫阮的生命中间。主啊，我为着哈无书来献上祈祷，奉上帝使用哈无书的嘴来讲出上帝你活命的真理，因为哈无书所讲出来每一句话，拢下伫上帝你的心意，改变阮每一个人兄弟姊妹时，互阮会当为灵内底得到提升。主啊，奉上帝设立宝座这个所在，奉上帝你派天父天使为了这个所在，互这个所在成做上帝伊徛起的所在。阮再去伫这个所在看见上帝的荣耀彰显，阮伫你面前献上恳求，献上祈祷，用再去敬拜，搁一遍仰望主你的圣手，奉上帝感恩伫地，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来吟首诗歌，记若我靠耶和华。若我靠耶和华，你就会心要充满。你若我靠耶和华，主的福气那最大。你若我靠耶
安的心要充满。伊若我靠耶和华，一切就做得伊若我靠耶和华，伊若我靠耶和华，喜乐的心要充满。伊若我靠耶和华，主的福气若水泉。伊若我靠耶和华，伊若我靠耶和华，平安的心要充满。伊若我靠耶和华，一切就做要拍破。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伊就唱歌乐主生命。伊若我靠耶和华，伊若我靠耶和华，喜乐的心要充满。伊若我靠耶和华，主的福气若水泉。伊若我靠耶和华，平安的心要充满。伊若我靠耶和华，一切就做要拍破。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伊就唱歌乐主生命。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伊就唱歌乐主生命，欢喜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伊就唱歌乐主生命。我们欢喜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伊就唱歌乐主生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高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高贵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高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主爱光辉主地。我的万中要学乐你，我的万民中要感谢你。你的心是高万世代。你的主爱光辉主地，你的心是高万世代。你的主爱光辉，我伫万中要学乐你，我伫万中要学乐你，我伫万民中要感谢你。你的心是高万世代，你的主爱光辉主地，你的心是高万世代，你的主爱光辉主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高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主爱光辉主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高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主爱光辉主地。哈利路亚，
感谢咱上帝，哈利路亚。那这是咱吟圣诗，圣诗第19首，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灿烂的星星。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灿烂的星星，为着愿出世来，所受一切的阻碍，你悲伤的愿做声，我千呼你尊名，为着大事的坚持。无论你也是无名，30岁马不动听，你我此心就更明，你悲伤的愿做声，我千呼你尊名，为着你梦的福气，为着信心的欢喜。愿我愿通分享，有声有影的温强，你悲伤的愿做声，我若千呼你尊名，为着温暖的家庭，兄弟姊妹父母亲，一定地像好朋友。关心看顾够温柔，你悲伤的愿做声，我千呼你尊名，为着主一大恩惠，会被受出万人位，真心温暖大人情。地上生活甲人生，你悲伤的愿做声，我千呼你尊名。哈利路亚！万军的主，阮的上帝，感谢你赏赐阮这个至宝贵的福分。阮伫你的圣日，阮通拨开一切的牵绊，阮通专心到伫主你的面前，伫你的圣殿，伫你的宝座前来朝见你，来敬拜你。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若毋是主耶稣基督为着阮牺牲，流出宝血来拯救阮，阮就无这个恩典，无这个福气。所以，阮看重这个甲主亲近领受你天顶来恩典祝福的机会，伫遮阮学乐，阮敬拜，阮祈祷，阮也将一切荣耀归乎主。是呢，主你听阮，阮袂当做甚物，只有对心底献出阮的感谢、学乐甲恳求。拜上帝，愿你圣神来掌管伫今仔日两场的聚会，对头教会。主你的平安，主你的喜乐，主你的信心，主你大大开启阮心门，拢伫阮的心中，帮助阮的敬拜，凡事拢上帝你美好的引带甲带领，也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通对礼拜中经验到圣神同在迄款的信心、快乐甲平安。主啊，阮要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阮伫天你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了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这是按做伙来起文18篇，诗篇67篇。愿上帝怜悯阮，
赐福予阮，通予全世界知你的旨意。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愿万国快乐，唱歌欢喜，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土地有新生五谷，愿上帝赐福予阮。这是按这位阿堂来祈祷。至关至大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俄罗你，感谢你了一届引传所有的兄弟姊妹来到圣殿，也是透过网络参加线顶的敬拜，用敬虔的心来领受主你的话语，用喜乐的心开声俄罗主你的恩典。伫人生信仰的道路，阮总是会拄着软弱、信心无够的时阵，阮需要大声向全能的阿爸爸上帝你来求，求你扶持阮、看顾阮、保护阮。无论伫什么时阵，阮拢知影爱将主你放伫上头前，爱将主你的话语当作阮一生的瓦壳。最近，台湾的疫情，都开始影响台湾的经济、学校的课程的正常的运作，甚至真侪身体欠安的长辈、甲民众，因为疫情拄着健康的威胁。主啊，阮知影只有你的大能力，才会当带离阮脱离这个困境。只有你慈悲的疼，才会当还得到安慰。阮伫遮嘛祈求上帝你的光，继续光照世间黑暗的所在，互撒旦的攻击完全无法度来影响每一位上帝你的子民。因为阮知，主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阮完全信靠顺服你。亲爱的天父上帝，即时阮嘛为着伫即个月开始教会第5期幸福小组的事工来代祷。即期总共有6个小组来推动幸福小组的事工。阮坚定相信，带人信主是幸福的恩典。阮坚定相信，用心准备执行，就是每一位 best 生命转变的开始。伫今日礼拜当中，夏牧师嘛会进行祝福的彩排礼，求主甲所有每一位幸福小组的同工同在。嘛来互富强教会所有的会友，大家同心合一，做伙支持幸福小组的事工，无分彼此，为主来跑走甲奉献。最后，我嘛祈求上帝圣灵同在，互今日礼拜中牧师的讲道，以伫祈祷的时间，互每一个人明白，主你是阮生命唯一的瓦壳，你永远是阮生命稳定的记号。对即时到永远，阮了一届安尼，伫你的宝座前献上阮的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这是来讲述上帝的话，记载伫路加福音第24章45到49节。耶稣就开因的心窍，互因明白圣经，对因讲：圣经有安尼记载，基督就受苦难，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搁恁着奉伊的名传悔改。来得到赦罪道理，对耶路撒冷去传甲万国，恁就是遮个代志的见证人。
我将我的爸所应允的交予恁，就伫即个城听候，到恁得到对顶面来的能力。第句记载伫启示录第14章第6节。我阁看见另外一个天使伫半空中咧飞，伊有永远的福音要传予踮伫地上的人，互逐个邦国、逐个族群、逐个民族，甲讲逐款语言的人。这是献诗，圣歌对献诗的曲目是无动摇的国度。献诗说，牧师的讲道的题目是福音使者广传万邦。
哈利路亚，感谢主，为动摇的国度，愿主的圣国伫咱中间。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搁一遍聚集伫主的圣殿。拄好，咱圣乐队唱无动摇的国度，也是无摇动的国度，吼。咱昨昏大家暗时毋知有吼地动惊到无吼？这大自然的变化实在是真无共款吼。这个地动呢，听迄个气象局讲，较早毋捌有即款的记录就对啦吼。所以真侪咱毋知的事，要继续咧发生。咱心中是毋是有对上帝来袂摇动的国度？这才是咱面对着天灾、疫情所有一切的条件，一个安稳甲信心。愿主将即款的信心赏赐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咱要三角分享做话进前，同心来祈祷。爸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即个福分伫聚集伫遮。愿你的圣神启示、恩典、提醒，拢伫阮众人。愿领受你圣经的话语，真侪阮的快乐，真侪阮的行动，也真侪阮见证你的快乐。伫你面前，愿要三角分享，愿你圣神甲阮同在。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今仔日即个敬拜，除了咱分享主的话即个以外，咱小等的有要进行咱的即个异地的祈祷。咱嘛同款遵照即款的信心，兄弟姊妹，你有要受服侍，你靠着信心要领受主的恩典甲异地的，咱准备心小等的到你头前，也请咱的小会员，咱请的代祷团队，大家人心内有祈祷，是上帝要透过你来行奇事神迹。咱今仔日也要为着咱遮的幸福小组有6个小组，咱要来去做车派，表示咱要传福音，毋是靠人的技巧、人的财物、人的口才，是我靠圣神，互咱有这样的快乐。所以今日我用这个主题福音的使者，广传万邦，来请做咱今仔日的学习的这个主题。但大先我要讲一个进前，我甲谢牧师做伙参与的一个参访的故事。我会记得我是2002年已经20当前啊。我谢牧师有离开咱富强教会，去到高雄的盐埕教会开始一个全新的服侍。迄阵离开的时，阮有一个真大的一个体验，就是讲，好亲像阮已经牧会18年啊，就是讲对毕业18年啊。伫学校所学习，也是伫教会所操练的，就是安怎牧养教会，安怎牧养教会，安怎关心会友，安怎服侍每一个兄弟姊妹。但是到18年后，感觉讲好亲像家己欠什么啦，家己欠什么？所以迄阵阮到高雄想讲，是毋是有一个新的环境，佮对家己有一个刺激，来学习安尼。所以阮就开始展开一个学习的旅途，意思是
虽然你已经是牧师，毋过是毋是重新归零，搁重新开始？啊，其中有一个真重要的项目，就是讲，咱家己可能有限，咱所在的眼界无够，所以就开始做各种的参访来学习吼。其中一项就是去到韩国来参访因的教会、因的发展、因的教会发展的模式、因的制度。啊，所以迄个自会是呢，迄个高雄中会因真重视这项事，啊，所以拢会招牧者吼，招会友，大家做伙办即个团吼，啊，做伙去参加。啊，大兴去是感觉讲新鲜，但是慢慢有感觉到讲，到底上帝安怎伫韩国的教会来施展因的即个大能甲事工吼。啊，所以后来是分两个项目，一个项目是正会友做伙去学习，伫暑假的时阵，咱福强教会嘛有真侪人参与着安尼。啊，所以会使讲，阮嘛是对头开始咧经历讲，当上帝你爱阮过来服侍的年代年过有甚物款的指示安尼。啊，所以伫迄个2、3月拄啊上寒的时阵吼。即韩国的教会佫办一个专门针对牧者，就是拢是传道人的操练，吼操练。啊，所以个操练呢，就是无会友，就是你家己牧者去。啊，逐日去到遐差不多5、6天的时间，透早4、5点就要爬起来参加灵修，然后才食早顿安尼。啊，迄个花煞吼，因为后几若当的过程中间，遮个。台湾去的牧师吼讲，阮参加这个灵修会，领受真多啦吼。毋过较有机会讲，伫刷了后吼，啊，佫有点仔时间，会当去到各地遐有成长的教会，实际参观无吼？实际参观无？哇，迄阵韩国的这主办单位就甲阮安排吼，有一年迄阵差不多2004年吼，2004年阵，阮就去到一个。韩国的泉州，吼啊，一间教会就是长老教会去参观。这间教会叫做安提阿长老教会。啊，咱就听到安提阿，就随知影讲，啊，伊的教会名就是学习啦，吼，学习这间啊，伫初代安提阿的教会宣教的教会。迄边的参观对阮来讲真震撼。我讲阮定心要学习，啊，到底阮欠的是啥物？啊，这间教会因的故事，互阮真大的提醒，是因为这间的教会就是全力投入伫宣教、传福音。啊，这也诚侪阮后来伫咧教会事工的中间，牧养教会、牧养会友，但是有一个信念，就是讲一直来强调，基督徒若无传福音，你只不过是一个受上帝恩典的。囝儿，但是吼，你无甲听分享出去嘛？你有单独领受着祝福，啊，你即个祝福无去互别人，安尼敢对？吼，啊，你无完整啊咧？啊，即个故事是对遮来。即个安提阿教会，阮就去看讲啊，原来毋是去参观一间安尼，哦，迄塔尖啊，大间广场外阔，即间教会生做安尼啦，吼，生做安尼，一条乌。哦，啊，这个这是啥货啊？吼！啊，你看也无尖的塔，也无是日价啦。迄个迄就是因的礼拜堂咧。啊，一个看咧讲，哦，啊，这有啥物通好看的吼？咱人拢会用外表看人，对毋对？啊，我嘛是安尼啦。但是入去吼，才知影伊的奥妙伫倒位。原来这间安提阿教会是，这是伊的内景吼。一个像个山洞安尼吼，啊是一个隧道安尼就对啦，啊长深，原来是安尼。1983年，有一位李东辉牧师，伊甲美军因战争的时阵做的迄个帐篷，吼，迄个帐篷吼，铁皮屋啦，甲组内较俗嘛，组内设立算飞机棚就对啦吼，设立安提阿长老教会，因设立的主旨就是讲。凡事就是要用宣教做优先啦。咱所有人要加入安提阿教会，请你
先认同这个理念，阮所有的气力会当偌济，就是要用宣教做优先的使命安尼。因就是奉着《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这个经节讲圣神临到恁，你要得到能力，要伫耶路撒冷、犹太、甲撒玛利亚全境，甚至到天涯海角，为我做见证。这段这是中文的这则圣经节大家拢熟悉，但是这间教会毋是念念的过哦，因真正安尼做。伊讲安尼，这段话，互阮的启示是啥物？讲圣神临到恁，你要得到开力哦。然后你要伫耶路撒冷，搁来扩大到犹太，搁撒玛利亚，搁到天边海角。安尼表示阮都爱照安尼做。等于是对耶路撒冷先开始做传福音，对近到远安尼。所以因甲传福音的地域的概念，就安尼甲用落去。耶路撒冷是咧表示讲因全州大概就是一个县市就对啦一个城市安尼。然后犹太是倒位啊？因全汉国安尼。撒玛利亚就是隔壁国嘛就是亚洲。到地极伫倒位呢？海外全世界，因真正是照这个圣经节的理念，因就是安尼来执行。这张地图就是因，阮咧参观的时阵，迄5点拢是因派宣教师去传道理的所在。一间教会尔一间教会尔。我看到讲哇，目瞪口呆，讲一间教会，迄比一个教派搁做的工较济咧。这5点是就是个十字架啦若斟酌甲看是一支十字架搭伫遐，这是因礼拜堂内底的地图。这张嘛是因的置物柜外面的装饰就是甲规个世界地图拢甲藏落去安尼。这个因的一间房间内底拢藏着因宣教师去各地传福音摕转来遐纪念品，因的衫裤遐个装摊拢藏伫即间，互遮个证人参观，了解讲原来恁去到倒位到倒位有甚物款的特殊的因的民族的衫拢伫迄个所在做纪念。像教会因安怎设定因整个事工的内容呢？因初期就是用撒该，咱知影撒该有无耶稣来带撒该来信主的。用伊的告别做因教会的一个理念。伊讲撒该讲，我要将一半来分互送向人，伊就是甲耶稣告别嘛。这间教会真单纯讲，伊一半要互送人，表示伊家己有的切一半起来啦，剩的才留起来，佮要做其他路用。所以因就是讲，这个一半对因来讲，就是将教会一半以上的经费用伫什么宣教，用伫社区的福音。用伫自身的救助的顶面，因为即款理念牧师一直讲，会友嘛认同，所以大家奉献讲知影讲，我有一半钱我奉献一半钱，就是要传福音，就是要帮助艰苦人，就是要做宣教，哇！大家人足踊跃、足拍拼安尼，甚至因毋拿一半啦。照即个牧师的报告，因初期的教会用70到80%做宣教路用，安怎呢？因家己足勤俭啦。所以毋得用铁皮屋做因的教会，因讲阮无需要遐尼堂皇的礼拜堂，这钱拢要用伫宣教的顶面。信徒拢11奉献，11奉献其中20%，就是讲，就是表示伊要归互上帝，维持教会的运作。20%买土地、房屋维修、付贷款安尼，剩的7、80%拢宣教安尼。所以因为经费拢放伫宣教嘛，所以嘛是训练遮个教会各单位组织好青少年团契，恁爱家己自立自用毋通靠即个富爸爸甲你做资源，你爱家己去找迄个帮赞甲资源就对。甚至有因家己内部组织的足多的社区的宣教、海外宣教的社团组织拢爱家己去走总啦，去募款。去找经费，毋是等人互你。因为即款气力产生因一种什么？
自谋其力，家己去认真去拍拼。啊，即个牧师讲一句话，讲若惯势无互你吼，久就习惯哈。你无想讲我一定要甲教会讨啥货，我就是家己爱去想办法。我既然有即个信心要去做即个事工，就确信上帝会甲我赏赐。啊，就因着用着即款的精神吼，啊，因伫10年前，就是全世界派90国派出400位宣教师，真侪所在，咱台湾嘛有哦，吼。啊，因主要的宣教的重点就是咱台湾、花莲的阿美族，伊嘛有派宣教师去伫遐。啊，所以因伫因的教会的迄个一个岛仔顶吼，甲因所去的教会的国家啊国旗拢放伫遐。啊，可能迄阵咱台湾有人翕即张相啊，甲迄台湾的国旗个另外扭较大支就对啦吼。表示讲因嘛来，啊因吼来台湾宣教，毋是讲拜托恁迄边爱甲阮招待，因家己拢出钱哦。所有的经费、飞机票，包括我遮大食甲大甲食，拢阮家己处理。啊，恁甲阮协助就好啊。因就是即款吼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心情，啊，所以做真侪水的工课。啊，这是因这图片吼，就是伊各地宣教师所翕登来，甲当地啊，这是咱台湾，啊台湾宣教的这一个墙啦吼，啊因遐的故事安尼。即间安提阿长老教会是咱长老教会哦吼，有会友12000个，目标因要3万会友。啊，已经几啊冬前啊，无搁对查伊的资料啦吼，可能即阵毋知有达到目标哦，因要推动3000个宣教师，所以每年用500万的美金做宣教事工，超出教会预算65%。啊，因咧做这事工，毋是安尼空嘴布置，是实际执行。真侪少年人讲，上帝啊，我奉献我的时间2冬3冬，像我做兵安互主用。啊，你要派我去倒一国去东南亚啊，去南亚啊，去非洲，啊是去即个南美洲，因拢欢喜去。因开创一个以利亚祈祷的祭坛，就是亲像咱的中保大道。因人多吼，因是安怎呢？因24小时连锁的，正讲真正24小时，暗时哦一定有家己举锁匙，家己就去就对啦吼。啊，因你知韩国人吼，就惯是用坐伫涂骹有无？坐伫迄个床顶吼，啊祈祷，啊即个是，阮无甲交照，阮对窗仔边甲翕相吼，有人伫内底咧祈祷，壁顶拢搭遮的所有大道的物件资料，啊即个姊妹伫遐咧守望，24小时365天拢无断。啊，这是阮吼伫伊的现场佫翕的即张地图，就是讲显示出伊宣教据点。他因的精神是甚物呢？伊讲因学习初代安提阿教会的宣教精神。因的口号是甚物呢？迄实在是讲有点仔自虐的感觉。伊讲，互阮因为生活无方便，啊，阮才会当专心宣教。吼，意思讲你若家私一大堆，啊，你的财产一大堆，你就走袂开啊嘛。我拢逐项拢无欠，啊，就行就出发啊。啊，所以用这个精神来宣教。啊，实在是对遐互阮真大的震撼。我讲啊，咱来学伊7%吼，就足好啊。啊，所以我会记哩，后来我甲赵牧师咧思考讲，咱咧牧养教会宣讲主的话，咱其中项就是一直来宣扬，讲咱都爱传福音。咱无论得时不得时，拢都爱传福音。所以记迄时阵，阮嘛鼓励足侪青年人讲，恁都爱去底宣。你若去底宣，恁虽然无法当专职的时间，但是会当去底宣。啊，热天的时阵呢，啊，带一群青少年，啊，去到偏僻的所在，去山顶，啊，去海边，啊，甚至去我的故乡七美。啊，恁就是去忍受迄个无方便啦。恁伫厝里吼吹冷气吼，啊，逐项拢款便便，父母甲你款便，恁去啊家己来。啊，所以有诶困礼拜堂的涂骹，有诶困椅仔顶。会记迄阵去到阮故乡平湖吼，连便所都拢无呢，敢若一间牧师馆内底有浴巾若定，啊，遮囡仔都爱摕因的衫裤去到附近会友因兜洗身躯啦。啊，遐囡仔体验到迄款伫无共款环境的中间传福音的快乐。啊，即阵吼已经经过20冬啊，遮青少年伫教会拢有诶做中职啊，因知影讲因要做诶是甚物。我嘛真期待讲。
即间的教会，即个青年因也有一款的 DNA 伫内底。所以这也是咱牧师伫2007年转来了到富强教会，接续即个服侍的工作。我有看见讲，咱的教会哇，各方的组织、各方面的制度以及咱的团队，逐项拢已经足焦备。若会当搁加强伫福音的事工，咱的教会的确要领受上帝搁较大的祝福。也拄啊，迄个时阵啦吼，即个宣教的理念甲精神本来就藏伫心内，也会使讲是唤起咱众会友，咱大家是毋是往即个传福音的脚步来迈进？拄啊好有即个咱台湾家己发展的即个幸福小组，用一个团体传福音的模式，互大家袂感觉讲安尼，家己单打独斗啦吼，家己一个囝无伴，大家团体做伙受敬，感觉真下即个都市的即个传福音的模式，所以咱毋则后来咱就推动迄个幸福小组，咱到现今已经第5期啊，今仔日小等下，咱要请这幸福小组的组员来到主的面前，伫遮来做伙来做一款的宣告吼。但咱对即个泉州的教会安提阿教会的即个精神，咱搁转来回顾耶稣以福音的使命的呼召，这个经节，咱看见即个甲马太福音28章有一个共款的意思吼。即段经文讲。耶稣就开因的心窍，互因明白圣经。开因的心窍哦，原来圣经读无啦，耶稣甲开心窍就看有啊。佮甲因讲，圣经有记载，基督受苦难，第3日要对世人中国啊。过我了要创啥物？即句话是重要。伊讲，恁着奉伊的名传悔改，来得到赦罪道理，对耶路撒冷去传到万国。恁就是遮个代志的见证人。无耶稣吼，何必靠安尼？去牺牲惊各个他也是日计定死，了后故事了啊？毋是啦，故事才要开始。恁就是遮个见证人，恁要去传悔改的道理，而且是对耶路撒冷，恁家己徛起的所在传到去到伫万国。然后，即款的开力是对倒来。耶稣应答讲：我将我的爸所应允的交互恁，就伫即个城听候。到恁得到顶面来的开力。你即摆即个甲咱读的《使徒行传》路加福音共款是路加所写的嘛，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是有连贯的。所以咱若甲复习，就是讲有几项的重要。第一，耶稣开因的心智啦，咱台语是讲心窍。你即摆有真侪会友拢参与读圣经的运动，请会记你你毋是读过做你过，你也甲上帝讲：上帝啊，互我明白你话中的奥妙啦。是耶稣是圣神开咱的心窍，互咱的心知影讲这段话遐尼价值，遐尼宝贝。所以现在咱定定咧复习圣经讲，较早我也无即个感觉，今仔日读即段特别有感动。这什么意思？圣神在启示你啊！耶稣开启因的心智，然后。伊爱因做福音的见证人，讲奉伊的名，将悔改甲赦罪的信息传开，对耶路撒冷到万国。这是耶稣的使命甲呼召。而且重要的前提是讲，恁爱伫即个城，就是耶路撒冷听候。你原地啊听候，毋是恁家己想讲我买就买，讲直到主甲应允的能力赐互恁。我看见启示录即段话，互我真大的一个提醒，也是讲一段真有联想的迄个感觉啦。即段话安怎呢？伊讲我阁看见另外一个天使，伫半空中伫飞，伊有永远的福音要传互踮伫地上的人，互逐个邦国、逐个族群、逐个民族，甲讲逐款话语的人。即个空中的天使真趣味、真奥妙伊讲我阁看见另外一个，表示讲即个天使伊是专门要传福音，讲有永远的福音要传互地上的人，伊
安尼意思讲，所有世界的人无一个毋是伊的对象啦。逐邦国、逐族群、逐民族、逐款语言的人，空中的天使，空中的天使，真侪传福音的天使。即个空中有真侪联想，对无吼？今仔日咱伫线顶嘛有足侪会友，伫电脑也是手机顶面咧看，咱参加咱即个礼拜，这嘛是空中，敢毋是？咱真侪的文字，真侪的影像，拢是透过无线咧传播。所以，2000年前，即个空中的天使就咧甲咱暗示福音吼，无受地壳的阻挡啊。天使飞到倒位，福音就到倒位。所以今仔日牧师借着即两段的经文，是要互咱三个学习，讲即个福音使者的启发，讲即个天使伫空中飞，这是咱中文吼，中文的文字共款互咱伫咱手报内底会当做参考。即个天使，伊有永恒的福音要往各地来传福音，而且用各种的语言来宣布。而且要用这话来勉励咱，今仔日2场礼拜有6个小组，咱的幸福小组开始要启动，开始传福音。福音使者广传万邦第5期幸福小组，咱正式起跑。其实是顶礼拜拄爱开始啊，顶礼拜拄啊，迄个中秋节嘛吼，有诶兄弟出外，所以想用即礼拜。即礼拜也真好，就是讲有诶小组已经开始叮当啊啦，吼，至少4个小组叮当啊，佫2个小组，一个是咱下晡就要开始，一个是咱月底要开始。幸福小组，我感受到讲，这个小组员就亲像空中的天使啦，恁就是天使，恁就是四过飞找有着 best 就要甲传福音的啦，各种语言啦，各种族群啦，吼各种无共款的背景，恁空中咧飞就是无受阻挡，逐位拢去会成，就是为着要甲百姓传福音，这无队友传永恒的福音，这是何等荣耀的身份呢？空中的天使，逐个就是啦。大家就是咱即个6组的名称吼，咱伫手报拢看有，咱就醒起来。我要分享几张相片，互咱遮个虽然无参与，但是请会记得，恁拢是即个大团体的一份子，恁嘛有即个责任来守望、来祝福、来祈祷。这是咱拄仔拜四发进行的即个幸福小组一个开始的即个激励会啦、分享会吼，拢总有40位来参加，逐个人安尼真有大的激励甲分享，有这小组长、副长、这区长，大家来分享来勉励吼。这是这相片。无共款下当讲拢讲出因家己的期待，较因组织介绍因的即个这组员吼。这是咱逐个所在无共款的当讲出来分享。这个分享拢为着是要大家互相激励讲。传福音无困难啦，开始即就足够，你若无开始，拢足困难。是咱即个幸福小组一句真重要的即个标语不是很厉害才开始，是你开始了就会很厉害。即句话解释我足骄傲吼，你开始就偌厉害，厉害是圣神甲你同工，你就厉害，敢毋是？就亲像耶稣讲。恁伫即个城市听候，恁开始了，恁得到快乐，恁就要为我传福音共款。这拢是这个啥？最后一个大家互相吟诗祈祷吼，吟诗祈祷安尼。咱拜二吼，就逐组拢开始闹热起来吼。即组是鼓励小组，是咱以赛亚牧区的吼。你讲拢少年咧做无啦，遮拢咱比牧师较侪岁嘛，足侪啊。伊嘛照常甲抢落去啊，都既然毋是我的快乐，毋是我的口才，圣神要叫我做，我就来做。要成就无成就圣神家己的负责，是你要做无安尼啦。所以我真感动是讲，毋是遮少年的会晓电脑，遮会晓做传福音。
遮个小组员吼，大家人拢欢喜投入吼。啊，这是因咧筹备吼，啊，大家咧分配任务吼。啊，这是昨昏举行的宝贝幸福，吼，咱的即个保罗牧区因所办的即个宝贝幸福小组，啊嘛是安尼，大家足踊跃吼，这慕道友吼，你莫想讲吼，伊拢排队伫遐等呢，就像要看演唱会吼，排队你甲开门伊就撞入来，毋是呢，迄头疼讲明仔载要开始啊，找无人你敢知影？啊，祈祷啊，只有祈祷，你家己无开力，你只有爱靠上帝，敢毋是？啊，这个 best 吼，特别伫疫情嘛，惊讲啊，你叫我去，我都无方便啊，挂口罩啊。但是吼，一个开始，足侪组员吼欢喜来。啊，这是因即个鼓励小组的邀请卡，真多谢足侪同工吼，啊，伫遐制作啊真水的邀请卡，互遮个组员。啊，这是遇到幸福，哈，遇到幸福小组，吼，因昨伊要较慢到月底开始，所以这是因的这筹备的即个相片啦，吼。啊，这是引导幸福嘛，是真水的一张邀请卡，因伫拜六下晡3点吼到5点安尼。啊，这嘛是咱的安安幸福小组，因吼嘛是中秋节就开始暖身啊，招遮的好朋友大家来聚餐，啊，开始要邀请因来做 best 吼。啊，这是安安幸福的小组的即个内容，啊，这是只愿幸福吼，啊嘛是约书亚牧区的只愿幸福安尼，啊，这是因的幸福小组邀请卡。哦，这因昨昏就开始办落去啊吼，啊，咱的只愿幸福吼，就是咱教会吼，自然执事啦吼，啊，甲昌城执事因兜，因咱拜六吼，咱的即个。心灵专照足闹热吼，足侪单位咧办，啊，所以因规矩都因兜办，啊，实在是足甘心哦。因为着要办幸福小组哦，规间厝拢甲翻起来安尼啦，规间厝拢甲订翻着订做作，为着要互幸福小组的人入来，感觉讲足温馨吼。啊，有心要传福音哦，拢毋惊开钱就对啦。啊，感谢主啊！昨昏牧师无伫咧，所以无参加，看到因的经历啊足水吼，啊。迄个空间吼，袂输咱的咖啡厅吼，啊，这是一个安尼真温馨的环境，为着要互遮 best 通入捌，啊，佮吼，为着要互因安心食物件，我看讲哇，佮有迄隔板啦吼，隔板做啊足好势安尼，啊，一盘，你看遮个同工偌用心的，一盘款啊足水的，迄嘛无输餐厅对毋对？无输茶餐厅，啊，这就是因伫隔板吼边仔咧谈道的过程。所以兄弟姊妹，咱会感觉讲，传福音有影有真侪麻烦啰嗦啦，时间无用啊，款这款迄啊，八十要来毋来啊，明仔载吼讲要来，佮甲你临时甲你讲我塞车袂当去啊，阮兜安怎？真侪主动呢，信用长老咧做见证，伊讲吼，啊一个要开始办吼，啊困拢困袂去啦，啊足侪代志操烦啦，啊连边伊发生代志，迄魔鬼吼足毋甘愿，你敢知影？伊知影讲你要传福音吼，伊足气的就对啦。但是吼，你要对有开力，你得靠信心嘛。就是要操练你讲吼，啊你家己无外交啦，都上帝就对啊啦，靠信心就对啊，安尼即款。啊，所以伫幸福小组吼，毋是讲比人外交，毋是安尼，是讲伫内底咧体验着家己的欠缺，体验着家己的不足，体验着家己的仰望上帝啊。啊，到遮要安怎？要落去吼。啊，佫袂晓要安怎？上帝啊，我靠你安尼。最后牧师要用一个小小的一个人物的故事来做结束。伫南太平洋有一个小岛，吼，有一个群岛叫做瓦努阿图，吼，啊，即马甲号做新赫布里群岛。英国有一个苏格兰的宣教师，吼，大概因迄个年代就差不多咱台湾。宣教的年代啦，吼，100多年前，即个叫做约翰培顿吼，伊到遐传福音，到伊离开的时阵，啊，有人伫即个小岛采一个纪念碑，要纪念即个约翰培顿。即句安怎讲？伊讲148年以来的时阵，无有一个人是基督徒。1872年。20几年后，伊离开的时阵，无一个人毋是
就是讲无一个人吼，毋是基督徒，表示讲所有的人拢是基督徒。所以大家咧纪念这个约翰培顿，是因为伊教主的车牌，伫当时遐尼无方便交通无方便的时阵，1848年就去到遐，比咱台湾宣教吼，搁早10几年呢。遐尼是话，今仔日咱有6个小组要车牌，咱知影要即个小组，因在用偌久的时间咧筹备，要招人，时间爱8礼拜呢吼，有的是6礼拜、4礼拜，因就是讲有影。伫即个传福音，伫即个无方便的时间、疫情的时阵，我愿意受主车牌。所以我邀请兄弟姊妹，毋是即6个小组吼，如果50-60个参与内底，咱每一个兄弟，请你伫周报中看到这个小组的组名，这个小组的副长、这个组员，请你每一工用祈祷来甲因支持。所以，伫空中咧飞的天使，伊4个传福音，咱若望咱福阳教会有参加即份就对啦。咱拢有份伫即份，广传万邦的福音的行动，咱有三个邀请：第一，咱用祈祷来参与福音行动；咱用奉献来参与福音行动。咱教会对咱建堂完成吼，咱的所有款项贷款拢行了，咱就开始开拓2项的捐款的奉献，一项就是宣教基金，吼，一项就是咱的即个门徒训练，因为这2项就是咱栽培人才传福音的事工，所以咱若有开力你感觉讲我要参与伫即个传福音的事工，会当为着咱的宣教基金来做奉献，然后欢迎咱用行动来参与福音运动。咱有周报内底有写吼，写讲有影要组织一个团队吼，咱毋是随便组呢。讲一个人讲牧师阮招5-6个要来传，毋是即个意思，毋是讲无爱互你传啦。传福音是一个开始哦，刷了较是重要，刷了爱有人甲照顾。即个无队友来到咱的团体，我的即个小组要继续伫咧。所以毋是随便传，无咱要组20个嘛，袂要紧。毋过咱重要是爱有小组来甲关心，有团契来甲关心，安尼才会当真正入去伫咱的即个土地，入去伫咱即个团契，入伫咱的小组内面。所以因是爱有组织的，因有关系的，因是有互相咧联系的，然后才会小组来甲因关心，来甲伊牧养，来甲伊领导。咱感谢主，即摆吼参加幸福小组，有真侪兄弟是头一摆，以前嘛无即个经验，因就聊落去就对啦，聊落去。我嘛要来学习，做伙来服侍，做伙来传福音。所以咱期待吼，咱的兄弟大家有一个备万心。咱今年的11月13到20，要请两位即个即个名人开讲来宣讲，吼因要来见证。我期待讲，咱除了幸福小组以外，咱兄弟姊妹，你开始想讲，我有甚物人是我的目标，伊是我的 best 就是你上好的朋友嘛，叫做 best 嘛。我有好朋友，我开始为伊祈祷，毋是讲临时敲一个电话讲你要来无，毋是哦。猫咪兄、猫咪姐，我替伊祈祷1-2个月，然后开始甲伊接触，讲你有欢喜，要受邀请来阮教会，要参加即个名人开讲座。咱有的小组筹备袂赴，无法当成立一个幸福小组，但是你嘛会当伫小组的中间办即个福音的茶会，来开始互这base感觉讲，哇，即摆疫情哦，虽然改成安尼后咧起后咧落啦，但是已经大家拢无受限制，活动无受限制啊，欢喜来参加，互因伫迄个福音主日的时阵，做伙来领受上帝通过伊的使者来传福音。这嘛是一个福音的行动，吼，一个福音的行动。咱要三个来祈祷，稍等下咱要做异地的祈祷，甲咱的车牌，咱同心来祈祷。主啊，主，阮的上帝感谢你，阮有这个福分，用着期待，用着大大受祝福的心志，阮要甲这个幸福小组开始启动整个6礼拜到8礼拜福音的行动。主啊，阮知影。毋是阮有甚物才调，是因为阮确信通过耶稣
基督所有的召命，就是阮要伫即个城听候，直到对顶面来开力临到阮，阮就要奉主的名传悔改，甲人即个赦罪的道理，对耶路撒冷遍传万邦国。主啊，即款的使命，即款的召命，求你互阮放伫阮的心内，知影这是阮基督徒上荣耀的使命，一个受祝福的使命，也是一个恩典的使命。帮助阮，阮奉你的名来祝福所有的幸福小组，互因欢喜受差遣。也每一个兄弟姊妹用祈祷来支持，阮也每一个人拢有阮的朋友、无道友的朋友，阮为着因祈祷，要邀请因做伙来加入这个受祝福的行列。伫你的面前，安尼感恩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大家要做伙来为着这兄弟姊妹来做这个异地祝福的祈祷。我要请咱的敬拜团开始备办吼，咱要来吟首诗歌。这首诗歌是赐我自由台语吼。咱一面吟的时阵，咱就开始请代祷团，咱的小会员大家准备邀请兄弟姊妹，你有受感动，楼顶楼骹来到头前，因为上帝看咱的内心，咱同心的祈祷，上帝的医治，上帝的应允，上帝的心者要伫咱中间来产生。咱大家做来唱这条《赐我自由》。咱开始唱的时阵，咱来。赐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来到我的内。免客气哦，吼，勇敢到头前来，勇敢到头前来，要受祝福，你有心内软弱，你有无平安，你有一个目标要往头前行，求主医治临到你，大家免客气到头前来。主的心啊，你伫倒位？大家免客气到头前来。倒位？大家奉主的名来祝福，来祈祷。世间水火，落苦当当，主的心的，予我自由。我唱一遍，我唱一遍。大家咱较快不要紧啊！咱请代祷团队，咱请小会员勇敢到头前来，谁位来亮出来吼！来到我的心，咱会友也做伙来唱。我出我心我中的不求，挂住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心难。你的倒位，倒位就自由。世间水火，落苦当当，主的心灵，予我自由。世间水火，世间水火，落苦当当。音乐细声继续，这时阵要招咱大家同心，毋啥伫头前那定。咱在座，你若方便，要请你徛起来；啊，若无方便坐咧，不要紧。咱举起祝福的手，咱奉主的名来祝福。伫头前才会受服侍祈祷的兄弟，因有对上帝来的能力、圣神应允、医治临到伫中间。啊，咱请这侍奉团队开始为着因换手来做祝福的祈祷。今日四位举起你祝福的手，开始同心为着因来做祈祷。哈利路亚！感谢主，阮的上帝，上帝你的医治甲透棒临到伫阮所有兄弟姊妹身上。爸上帝啊！你有大应允，你有医治，主耶稣基督应允，医治要临到伫阮，愿圣神亲自高我扶持甲怜悯，主你的平安是阮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当阮讲主啊，我愿意的时阵，主啊，求你来的时阵，主啊，医治我的时阵，主啊，求你透棒我的时阵，主啊，使我自由的时阵，主你的医治就要临到伫阮兄弟姊妹身上。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你的平安甲阮同在，你的医治甲阮同在，你的喜乐恩典甲阮同在。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有你的透棒，有你的扶持，有你的应允，你的恩典，你的疼痛，你的祝福，拢施落伫阮众人身上。哈利路亚，感谢你，哈利路亚，感谢你，哈利路亚，感谢主，赐我恩典。
保守稳定疼痛，喜乐伫阮中间。因为主你有满满的恩典，你有满满的慈悲，你有满满的应允，要喜乐伫阮正人的身上。主啊，你的头棒，你的医治平安享受伫阮正人的身上。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咱要唱主，你的神，主的神，你伫倒位？主的神啊，你伫倒位？倒位就主有。咱还未完成的继续不要紧，跟随我，路途难当，主的心为我。咱搁做伙，搁一遍，主的神啊，主的神啊，你伫倒位？倒位就主有，谁跟随我，路途难当，主的心为我自由。用主的名来祝福每一位。主我的上帝，你应允，你的神伫倒位，倒位就有自由；你的恩典伫倒位，倒位就得到医治。虽然世间有劳苦重担，总是主你甲阮同在，阮就要得到自由。奉你的名来祝福，徛伫你头前所有这兄弟，检采阮袂当完整讲出阮的欠缺甲需要，总是主你知影阮的内心，阮有忧愁，阮有看虑，阮有烦恼，也有侪侪需要医治的所在。主你若应允，你就要医治临到伫因的中间。阮在座兄弟姊妹，伫线顶的兄弟姊妹，当阮开阮的心，伫你主面前交托的时阵，主你的医治嘛，共阮要临到，因为主你要临到伫遐凡信心到主你面前的人。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因为这个祈祷，搁较三甲同心，这个祈祷搁较看见上帝你应允奇妙神迹奇事伫阮中间。主啊！你的恩典要伫阮中间，互阮逐个人同心一致，主你的恩典甲医治就临到阮。感谢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恳求，阿门。我们拍手感谢主，谢谢。我们请回座哈，咱请坐，大家请坐，大家请坐，慢慢来哈。咱的医治祈祷，看见兄弟姊妹迄个同心愈来愈凝聚哈。有的人可能无到你头前，但是你有一个祝福的权柄。啊，咱望这个祈祷领受这款的祝福。这个时阵，咱阁有一个节目，就是要请6个小组中间有2个小组是伫咱第一场礼拜。咱的这个鼓励小组的组员，请你到头前好无？鼓励小组的组员来到头前。过来是咱的启动幸福小组来。那有人这个组员来到头前的，咱拢到头前来。啊，咱徛伫头前吼，来，有人拢徛伫头前来，启动幸福哦，吼，来到头前来。啊，咱因为吼，先迄个纸，咱无印纸互咱请看荧幕，向后转，看荧幕，是向后转啦。听众听了，向后转看遮，咱要祈祷，要先祈祷吼。好，是咱的小组员哦，咱幸福小组的小组员来，不要客气，免客气，不要紧，啊，咱。因为吼无有印纸，互咱就看即个文字吼。啊，牧师看咱开始，啊，咱兄弟姊妹，咱用祈祷的心，为着这个幸福小组的小组员来做祝福吼。啊，咱台语的吼，啊，当讲我的时阵，你就念你家己的名吼，念你家己的名，啊，来备办心。啊，咱兄弟姊妹用祈祷的心来祝福这个小组员吼。啊，咱区长、小组长拢出来啦吼。啊，来预备，我。欢喜领受上帝的命令甲差派，忠诚委身伫教会的幸福小组福音事工。第2，我要遵照主耶稣的大使命，恁着去招办百姓来做门徒，教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的教示，尽力传福音，抢救灵魂。第3，我要遵守教会的规矩。甲幸福小组福长、组员同工，同心合意传福音，求圣神做工，感动每一位慕道友来领受福音，求上帝亲手保守阮。阿免。牧师来做祈祷。
主阮的上帝真感谢你，徛伫头前，这两个幸福小组的同工，因谦卑要领受对天顶来圣神的开力，因有备办好，要互主采用。主啊，伫未来，无论是几礼拜的这个幸福小组的时间，主求你为着因备办，最的 best 欢喜，心柔软受邀请来到伫小组的中间，因所宣讲福音的信息，所做的见证，以及最的呼召。主啊，你亲自感动，因为互人信主的，毋是人的开力，是圣神的开力。求你特别祝福伫这个福长，因为因负担着责任来招呼、来邀请、来计划、来差派。求你赏赐因身心灵有上帝奇妙的开力甲帮助。奉你的名来祝福，让每一个兄弟姊妹，我拢有份来做守望的祈祷，互因无后顾之忧，有开力、有信心来完成这摆幸福小组的圣工。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向后转，拍手给他们鼓励一下。我简单介绍啦，时间无啥够。好，来，咱第一组是鼓励幸福，举手一个，鼓励幸福，举手。好，来伫遮。福长是胡信昌长老，举手一个。组员我就无另外讲啦因这组是由以赛亚牧区来区长举手一个。好，好来。即马因阁有对付咧，你敢知影？毋知训练了有够无？来大声喊一个，也卖句来。因来鼓励小组来，互信昌长老喊，来带老喊一声来，来。我说我1分钟，我讲这对付的意思，分享对付的意思。我无声。喂。昨天的对付我有一个感动出来的，幸福有分真假追求真幸福是每一个人都盼望的，把福音传出去是我们每一个人大使命。在咱这群阮这群行信心有欠缺的中国的人伫牧区，阮组长了、含区长、主席长了的鞭策下阮顶礼拜已经开始。所以伫咧对付的时阵就是讲有恁好好甲阮鼓励伫阮服侍的传扬中会得到一寡甘甜的幸福。深深伫遮的相容，遮济也未受到真幸福的兄弟姊妹，佫需要你我大家一起来为新的慕道友来鼓励、来加油。需要鼓励幸福，才会当享受有上帝同在的真幸福。这是阮的对付。阿免，来你带，你爱带大家念一遍来，你开始画落来。这无彩排，有开了无开了，看这声就好啊。来好。咱拢看着。准备大家做念来。好鼓励，好幸福，好幸福，好鼓励，鼓励幸福小组，真幸福。拍一下。多谢。有啦，看到因画声足有力来，搁另外一组足特别是咱的刘启举院长家己做副长，咱的刘院长实足甘心，伊做院长了后伊感觉讲上帝除了互伊领导这个病院以外，伊都爱带因病院内底这个主管、这个医师、这个护理长、护理师来信主，所以因就有要办这个幸福小组幸福小组呢，因有要做心灵传教，毋过因可能大家时间较无够，因要用4礼拜来，咱有请咱的这个刘院长，你来简单讲几句请大家替恁祈祷好无？咱组员介绍一下。大家平安。平安。我们知道幸福在前面，假设没有动作，那幸福不是别人的。所以我们这组是启动幸福，希望把幸福启动起来，那我们上帝就会给我们祝福。所以我们新楼医院是神所赐的医院，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假设我们没有动，那羊就在外面。
我们动的那羊就是我们的。所以我们在组织是由院长室的同仁，我们的同工一起。哇，拢是同工哦。所以大家为我们一起喊口号好不好？好，很简单，启动幸福，一起开始。启动幸福，幸福启动，上帝祝福。哎，鼓励鼓励。啊，咱的刘院长哈，刘院长因这一级主管哦，足侪人吼，拢是基督徒，但是要搁招较侪人吼。啊，虽然伊无属伫咱的即个牧区啦，因是独立的一个幸福小组，但是因即个约书亚牧区咧，甲因协助吼，啊，望大家替因祈祷，因为伫拜六吼要伫即个心灵传教。啊，咱搁一遍用拍拍声，甲因鼓励好无？请回座。好，谢谢。好，请回座，谢谢。啊，咱请执事开始来收奉献。啊，咱就请师会啊来主持下面哈煞接的这个事工。咱开始来收奉献。会众请起立，按来唱奉献诗歌。会众请坐。这是来报告，而报告进前，按来看周报的上尾一页，来读本月金句，而歌罗西书第1章28节，按会众做伙来读。阮愿意用大样的智慧考劝大人，教示大人，嘛应显大人伫基督来完全。歌罗西书第1章28节，咱大家翻开周报的第2页，后礼拜复习的当中，咱家己来看吼。啊，奉献的金额甲名单嘛伫咱周报内底，若有出入的，按向咱财务室的总值，吼来遮来做反映。咱掀开咱的第4页，伫机体交通的部分，第1点，今日下晡2:302楼会议室，安尼有安尼长职的会议，甲安尼服侍首长的联席会议吼，啊，请大家注意这个时间。哦，第2点，安那都有今日咱第6期幸福小组的祝福采拜礼，嘛希望咱所有兄弟姊妹按继续来关心代祷。第4点，后一个主日9月25，安尼。是按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有圣经学院的院长阮建明牧师会来按教会，敬道甲请安吼，嘛继续关心这个代志。第5点，
一个欢喜的消息吼，10月8号拜六，咱伫本会曾瑞平传道会举办封幕加救人的感恩礼拜吼，感恩礼拜20月8号拜六下晡3点，吼，嘛继续为所有的筹备甲迄天的风幕的一个程序顺利来带到吼。第6点，嘛是一个欢喜的消息吼，咱的今年的徐雅茹传道，伫10月1号开始伫淡水教会开始服侍吼，伊伫11月12号拜六下晡2点半，嘛会主办一个丰富的感恩礼拜吼，嘛来遮来恭喜，嘛继续为着伊的接续的服侍来带到。第2点，等者牧师嘛会补充了报告，有台南神学院神学生刘培慈同学，伫今日对即礼拜开始一档伫安遮做实习的部分等下牧师会补充。第7点，按祝学经的申请，也希望符合资格的遮个同学，安尼家长会当为安尼囡仔来做申请吼。截止的时间伫9月25号，所以大家注意这个时间，向咱办公室遮来做一个登记。另外就是第8点，咱的社区音乐班伫昨昏9月17号下晡4点已经开始上课吼，大家嘛为着这个代志来做关心。那第2点就是按下一季的服侍的预定表，请大家服侍团队的所长，拿这个资料交咱的办公室的干事吼，来做这个服侍表吼。另外就是按教会门徒培育事工的消息吼，第4期的理财有道伫拜四下暗7点到9点吼，然后希望参加的会友嘛当来报名来参加吼。第2就是爱山陪伴的课程吼，伫10月17号到10月19号的下早开始有咱第11期的爱山陪伴的课程。另外就是每周一线上吼，嘛有甲美国遐有一个13周的线上的爱山陪伴的课程吼，嘛继续来关心。现开周报的第6页，才有乡里团契团契10月1号。9点半开始会恢复聚会吼，按遮嘛来做一个注意。另外就是主里2甲提摩太牧区吼，遮嘛开始拢有恢复聚会，希望咱的细囝咱的遮青少年会当应用来参加咱教会这个主日学甲提摩太部分哦。另外嘛继续为着咱教会身躯病痛兄弟继续来带到，甲顶礼拜来的新朋友的关怀吼。接下来请牧师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姊妹，咱今日真欢喜吼，咱的这个今年的新学生老培主同学吼，咱教会甲邀请讲提早来啦，伊本来10月才开始学习，咱邀请伊来，伊已经是新人医3年级的学生，准备明年就毕业啊吼，要开始做传道所以真有经验。咱教会是甲指定请刘同学来甲咱参与服侍，咱请。培主同学徛起来，阮看一下，方便你甲口罩拔落来无？阮捌你。拍拍一下，拍拍一下。安尼大家较会认得伊啦吼。伊是高雄仁美教会的青年真优秀吼。咱为着伊祈祷，咱就看到伊爱甲关心一下吼。伊今日嘛算新朋友呢，所以咱请当讲有人有新朋友的物件送一个，送伊一个吼。好，感谢主吼，咱替伊祈祷啦吼。伊最后是服侍要伫青少年甲主日学，甲咱遮一寡侍奉礼拜侍奉吼，咱继续替伊祈祷安尼。拄则有咧报告讲有一2项需要咱参与关心的，就是讲咱上年吼，因为已经停对4月停到即阵啦想讲要等清零要等利息到明年偌久吼。因为大家目前已经有即个保护力啦吼，虽然毋知影什么时阵会感染，咱毋知，所以咱有要进行讲10月初就开始聚会，但是有一个提醒，讲若长辈你身躯感觉讲较无把握吼，也是讲你的抵抗力较歹，毋免讲一定勉强来参加。但是
已经有免疫力的啊，你想讲要来参加啊，欢迎来安尼吼。人济少袂要紧，但是要恢复，因为咱10月底要举办即个双年主日就对啦吼。双年主日啊，即点甲咱邀请吼，咱请双年大家斗联络哦吼，斗联络安尼啊。拄则另外即个消息呢，就是讲到咱即个周历周册吼，要截止啊吼，请大家准备啊。另外咱即个编排。一规个时间啊，请大家各单位甲资料来送互咱的即个干事吼。还佫一个小小的报告，就是讲，咱即摆幸福小组有真侪兄弟是头一遍参加，就是讲袂赴人参加迄个课程啊，所以教会有要准备一个幸福小组的研习课程吼。啊，咱各副长吼，你若有遮个组员想要参加，请你甲资料送来互干事吼，啊是伫群组内底，啊咱通安排时间。啊，来为着遮个人来上课，互恁更较了解、较清楚安尼吼，啊，则各小组准备安尼，好用安尼来做报告，请来做结束。上云会众请起立来吟上云的诗歌。信息300被找的就上云煞向牧师来做导。万邦万国万民。敬拜上帝，白敬诚心，何乐三位一体上帝，尊名流传的到万世。阿门。那奉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扶持相通帮赞，甲每一位兄弟姊妹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拢无煞。阿门。阿门。阿门。大家请坐密道来避会。隔壁的兄弟都一届请安问好，啊，另外爱心午餐甲心灵转角，我拢有提供服务，我们会议会当提供，多谢。